完全觉得那你要努力你要努力就是要有功就是敬业
欢迎回到第三呢，就是咱咱从制作，从制作，就是咱平时这个现场，应该是不一样，从有咱们来从这个平时制作，能调配给咱们平时。咱欢迎嘅咱我啦吼，咱我啦就是咱吼，目标用福嘅精神，来设计嘅人，来鼓平中来怎样？
欢迎大家观看表演中培训机构我们进行进行来舞演中来重要来舞演中来做这个形式非常欢迎这个作为咱刚刚就是这个有机会来舞演进行，哦，真好真好，哦，感恩啊，哦，太高兴了。那个做旧哟，咱唔头讲新呀。咱唔头讲啊？对啊，啊是厝要厝新年啦。就是咱政府内底咱政府内底咱宪法咱不能说对，太高兴。哦，那个字，有这个字，对。那这就那个有。伊个都是会考，我无用拿去，我就要个人出来遮到处是讲做落。我那有，还扫涂骹嘞哦。我拢是讲个。啊，唔是今仔日咯。是今仔日扫嘞。无啦，真讲啊嘞，我走无错，我今日过两。啊，明仔要做文章的啦。我明仔拢是我在出去，我老师啦，我明仔在。咱不研究这个模式里下你没有做安排，你没有做。哦，还好吧。哦，你摆较地面。欢迎咱大家莅临来本乡来参与来参观，非常感谢你，祝咱大家平安快乐。欢迎咱各大地咱可爱乡就先参与进行咱盛大活动咱舞演中来参与非常欢迎咱舞演中正话同志欢迎这大家莅临有这种咱参与进行会当有会当你的精神非常感谢你。非常欢迎你们，非常感谢，谢谢。我
欢迎给咱太清宫，咱太清宫，就是进田宫，咱进田宫，咱大元事情，咱大元事情，这个主持就是个会员宫，咱参加，咱会员宫就叫地址，一个上万人的人，欢迎在。欢迎咱富婆，咱富婆。就是咱对中中，咱对中中，咱地位先生，那个咱地位重视的，咱委员中，来参加，咱委员中最大地址，上欢迎你们的人，欢迎再欢迎，咱这个对员中，咱地位重视，会让你学会，会让你去坚持，哈。